早晨，十字牌早餐。今日咧，我哋就開始睇《申命記》一個最大嘅篇幅啦，就係12章1節至到26章19節，即係足足咧成14-15章嘅段落嚟嘅。咁呢一章咧就係第2段嘅大講道啦，就承接住之前，其實就係講緊頭11章可以話係點解要去遵行律法。咁我哋嘅結尾都記憶猶新咧，就係福禍陳明啊嘛。咁喺地嗰度咧就會顯示到究竟佢哋係唔係跟從啦。跟從咧個地咧就會豐收，係嘛？即係供應源源不絕。唔跟從咧，佢哋會俾人哋掟走。最終我哋睇到南北國嘅分裂，分別俾亞述同埋巴比倫咧都侵蝕咗。咁今日咧我哋睇呢一段咧，其實就係12章至到26章整段咧，有啲人咧就會形容為係一個叫做申命記嘅，即係重新律法典章，重新嘅律例典章，好似再睇一次咁樣。咁但係喺釋經嘅角度咧，其實我哋就要睇翻呢個目標咧，唔係講緊嗰個立法，唔係講緊嗰啲法則。唔係用緊一個法律性嘅角度去睇，用一個牧者嘅角度去睇。咁進入嘅時候，我哋就會睇到有啲乜嘢分別啦。所以佢就話嗰個寫法咧，就近翻6至11章，我哋睇到嗰啲叫做福禍陳明，或者神嘅大能，神又做咗啲乜，你哋應該咩反應嘅嗰一種通咧。去講就多過好似利未記17至25章咁樣嘅內容嘅。咁但係今日咧，我哋未必好入得好深個經文，因為始終都係開頭咧，我哋就想睇翻嗰個呼應喺邊度。佢其實呼應咧就係出埃及記嘅20章22節至到23章嘅19節，其實全部都係嗰啲律例嚟嘅。咁裏邊有個叫做結構啦，主要咧就係頭尾咧都係講緊一啲宗教性嘅應該點做點做，係嘛？咁就大家一定會覺得好利未記㗎啦，即係例如唔可以拜偶像，咁但係拜神又行緊啲乜嘢嘅獻祭，即係可能燔祭、平安祭啊呢啲咁樣。中間咧就係講緊一啲叫做 ethical 嘅，即係一啲叫做操守上面嘅做法，即係例如可能唔孝敬父母應該點樣對待嗰啲即係教而不善嘅忤逆仔咁樣，類似又會有呢種講法。咁所以咧就可以俾我哋睇到有個呼應，咁我哋就會睇到出埃及記嘅呼應咧，作為呢一章嘅少少引子啦。係啦，好，咁我哋咧就望翻對應嘅幾件事啦。咁第一個我哋頭先講到嘅就係、其實係嚟自出埃及記嘅20章開始嘅一啲段落，就係講緊點樣去喺宗教上係去面對翻佢哋嘅神啦。咁我哋就睇咧20章22節，就係講完十誡㗎啦，啱啱？但係如果頭先咁啱立到啲經文22節咧，佢就咁23節，你們不可作什麼神像與我相配，不可為自己作金銀的神像。咁你即刻諗起出埃及記係嘛？嗰頭講完嗰頭出事啊！咁但係後面咧就會講話，例如有平安祭啊、燔祭啊，呢啲咧一直殺到落去26章。你上我的壇不可用台階，免得露出你的下體來。咁所以呢啲都同我哋現代都有好多嘅關聯，包括咗例如你睇瑪雅族嗰個壇啦，係咪？而家我哋可能用廟。但係如果用壇嘅角度去睇，唔應該有樓梯嘅，因為樓梯行上去咧就會露個下體出嚟，係嘛？
咁所以咧就俾我哋睇到同而家咧都唔係完全冇關係嘅。咁21章咧已經係落到去中間嗰段啦，即係一啲叫做操守上面嘅準則。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這樣：你若買希伯來人作奴僕，他必侍奉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咁呢啲就係同嗰啲安息年啊、禧年啊呢啲就係相關啦，係咪？咁我一直咧就殺到落去23章19節，其實真係有啲似溫書啊！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咧，就同摩西當時做緊嘅嘢係一樣，驚死佢哋咧都唔記得咗係乜。但係唔單止要重新律法，係話俾佢哋知，其實有啲原因點解佢哋咁做，就用咗一個牧者嘅角度去講呢件事啊。咁23章9節咧，就係去到嗱，不可欺壓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啊。知道寄居的心。咁呢個就係對人嘅嗰啲叫做好似佢哋曾經喺埃及裏邊做過奴隸嘅人嘅待遇。如果佢哋都叫做接收咗呢班人，有班咁嘅人出現嘅時候，佢哋應該點樣對待佢？即係呢啲叫做將心比己，自己試過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咁解啫。咁咧一直都講到去第23章嘅第9節啦，呢個就係中間嘅部分啊，所以就係操守上面嘅。咁然後最後23章10節至到19節咧，我哋就會睇到6年你要耕種土地，收藏土產，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種，使你民中的窮人有吃的，他們所剩下的野獸可以吃。你的葡萄園和橄欖園也要照樣辦理。呢個就係安息年，土地都要休息。咁啊，一直去到最尾啦，有供應有剩啦。3大節期，地裏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華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呢個我哋就成日都講笑啊，即係唔準親子丼啦，即係唔準三文魚搭三文魚子啊。而家就係唔準用羔羊奶煮山羊羔。係啦，咁講呢扎嘢，一個印象勾起我哋對《申命記》嘅一啲理解，其實就係基礎就嚟自於呢一度，所以個結構咧都將會同一樣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純粹讀咗本來會進入經文嘅部分，因為今日星期5啊嘛，咁啊入咗去咧，咁啊下個禮拜就叫做一個完整啲嘅開始。我哋一齊讀1至14節。你們全部在世上的日子，在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你們為業的地上，要謹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這些。你們要將所趕出的國民侍奉神的各地方，無論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樹下，都毀壞了，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木偶，砍下他們雕刻的神像，並將其名從那地方除滅。你們不可照他們那樣侍奉耶和華你們的神，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何處為立他名的居所，你們就當往那裏去求問，將你們的燔祭、平安祭、1/10之物和手中的舉祭，並還願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頭生的，都奉到那裏，在那裏耶和華你們神的面前，你們和你們的家屬都可以吃，並且因你手所辦的一切事，蒙耶和華的神賜福我，就都快樂，就都歡樂。我們今日在這裏所行的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你們將來何不可這樣行？因為你們還沒有到耶和華你們神所賜你的安息地所給你的產業，但你們過了約旦河，得以住在耶和華你們神使你們承受為業之地，又使你們太平，不被四圍的一切仇敵擾亂，安然居住。那時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
和手中的舉祭，並耶和華許願獻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華你們神所選擇要立他為名的居所。你們和兒女僕婢並住在你們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你們要謹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處獻燔祭，唯獨耶和華從你那一支派中所選擇的地方，你就要在那裏獻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OK， 咁咧暫時又讀到呢一度，所以好明顯咧，頭先叫做立過眼嘅出埃及記咧，同呢度咧都有好多嘅呼應啊，係嘛？即係你話要打擊嘅偶像啦，咁個獻祭咧就未發生，將來就要發生啦，因為以前未有收成啊嘛，都仲係食緊嗎哪。入到去迦南地咧，嗎哪停止供應嘅時候咧，就要將本身吩咐佢哋要獻嘅祭，所以好得意嘅。其實第一代嘅人咧係收到呢啲指示，但係從來都未實行過。第二代人咧就冇經歷過神嘅大能，即係冇經歷過，唔可以話冇經歷過神嘅大能嘅，即係冇經歷過出埃及嗰段咁特殊嘅經驗。但係咧就要行正正式式咧會執行出神嘅律法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奇特嘅地方，即係真係要將兩代人結合咧，先至會有成套完整嘅經歷。咁當然有人係完整到嘅成個經歷，就連摩西都唔可以啦，就係約書亞、迦勒同埋當時未成年嘅12探子回報嘅時代都未成年嘅以色列人啊，咁我哋一齊禱告。主，感謝你俾我哋再次重新去睇呢個點解摩西五經對於以色列人嚟講咁重要，即係喺進入佢哋所得應許之地。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就係我哋未去到能夠見到一個，尤其是一個天國一個漸進式未完全式嘅狀況底下，我哋應該抱住乜嘢嘅心態咧？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即係就係生命嘅一個。都係一個未完成進行式漸進式嘅一個過程，但係前面嘅有一個大難關，就係好多嘅戰爭，有啲喺人眼中跨越唔到嘅高牆，但係喺我哋心目中，即係靠着神嘅恩典、神嘅應許，就好似喺呢個我哋睇唔見嘅山嘅後面。求主都俾我哋有呢份信心去迎接，即係神俾我哋獨有嘅應許，我哋感謝你，禱告奉主耶穌名字求，阿門。